来看到咱的交通观念，台湾人互人的印象是无啥物交通观念。至于讲呢，有人讲是行人地狱有这个臭名，高雄道民众翕着讲，伫尖峰时刻代替科管站出入口人行道的面顶啦，有这个放这个三座三架三角锥，有差不多5台乌托邦直接都徛过，为这三角锥这个旁船咧徛上人行道，实际来到这个路段现场看到有真侪人啊，继续咧违规，佫有人咧徛正向的，看到警察要来开单尔，佫甲警察伫镜头前伫画帕拉肯，这个过路人讲，这真正是有够无奈。来，赶快都上去，进到1人1台、2台、3台，硬要闪过三角锥，徛就人行道。上班时间大家拢真赶，交通规定全部放外挂。实际等下到地点来观察，人行道也是有民众继续违规，有外送人员也有大人载囡仔，全部拢无遵守规定。甚至明明是单行道，直接反向打油门，行人看甲是心惊惊。非常危险啊！因为有时候有小朋友，还有骑脚踏车的警察不在的时候，状况就很严重。觉得还是要绕着这条路这样子走比较好。对。警方来开单，起诉佮直接伫镜头前甲警察堵。这个不可以骑哦！我想说从这里下去而已啊。到白都不能骑机车了。不能骑机车，你告诉我一下，我没有跟你反对啊。你总可以原谅我一次嘛，我老人家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地点就伫高雄市代替科工馆站出口的边仔，铁道一家因为是单行道，起诉要去对面，为着方便，无想要驶一大轮到大顺无回转，这直接切一摆。我们要绕一圈，它这个区段从大顺路一直到平等路，就只有那个小巷子。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，1800元以下罚锾。警方表示，今年到目前为止，已经掠945件违规，未来嘛会加强执法。要搁大家为着贪紧，将交通法规甲行人的性命放外挂，唔那掠袂掉行人地狱的臭名，起诉更有可能因为车祸会付出到更较大的代价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